题目是上帝加工场，咱请夏牧师来介绍咱今日讲员。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今日咱特别盛况哈，咱英美教会2位牧师啊，甲82位的兄弟，今日组织伫遮，甲咱做同心敬拜。咱请富强教会兄弟姊妹大家蔡讲，欢迎英美教会做来。拍拍啊，欢迎欢迎。乐手一个，咱下面第4楼的乐手一个来英美教会，拢伫遮哈。5楼的，感谢主哈。咱因为有82位的兄弟加入去哈，咱今仔日满场伫遮，感谢主哈。事实咱对拜五暗哈，咱潘牧师、卢牧师以及30-40位因的敬拜团甲同工已经来到咱中间。拜五暗培灵会咱拜六吼，昨昏吼，拢总吼有3场，一场核心同工的自救会，下晡有青年的特会，搁昨暗有即个培灵，搁异地的会。今仔日搁2场吼，搁2场，就是第1场甲第2场的主题拢无共款。所以吼，兄弟姊妹你备办好吼，来到遮就到中昼才转去，安尼好无？因为信息吼有连贯的吼，你随刷转去吼，足无彩，足无彩。咱真欢喜，咱伫年初咱就决定邀请潘牧师甲卢牧师来咱中央甲咱勉励。因吼2位所开拓的英美教会吼，打4档若定，所以足无用的就对啦。因无随便吼接受来到外地服侍呢，但是咱吼为彭长老硬甲伊邀请，原来是咱要8月迄个咱的周年庆的时阵啦吼，但迄个时阵拄好因新的礼拜堂单要搬煞，较要想讲，要若提早吼，因遐咧做作的时阵，来到咱遮，我甲潘牧师讲，你来吼，甲阮勉励啦，甲阮造就吼，嘛互阮参与一下，恁咧起新礼拜堂，恁有甚物款咧意向，甲甚物款即个计划，嘛互咱知，阮听弟姊妹呢，大家嘛有份来甲恁斗参与吼，恁的礼拜堂的建设吼，咱大家做伙斗奉献，安尼就对吼。真感谢主，今仔日已经第五场等下第6场吼，咱若是吼2位牧师加倍来甲咱栽培。咱搁加上82位的兄弟，甲咱做伙同工。我相信这是一个真美好、真水的时刻。伫拜五暗，咱伫分享的时阵讲，咱的2个教会名是足奇妙的，就对啦吼。咱若富强有英美，咱就加较完全。咱的英美有富强，哇，搁较好安尼吼。所以牧师搁画一遍好唔好？我讲富强，你爱讲英美；我讲英美，你爱讲富强，好无？来，富强。英美，富强2间实是互相祝福的教会吼。咱时间足宝贵，咱今日培灵吼，你莫想讲时间短吼，咱就爱互充满完全来勉励甲分享。事实潘牧师吼是我的学长就对啦吼。因吼甲卢牧师做伙伫嘉义上历史上久的东门教会，服侍到进庭退休。但想讲进堂退休应该会当安尼去游山玩水吼，毋是啦。伊甲卢牧师佫重新开拓教会，你敢知？退休佫开始开拓教会，4当久已经100-200人咱等下若看到因青年在带咱诗歌哇，迄足有活力的就对。可见讲，因若是要用主的话来勉励咱，事实也要将因的见证来分享予咱。咱只是用一个掌声来欢迎潘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带着感恩、感谢、俄乐的心来到咱富强教会，我真感谢夏牧师、谢牧师咱的王长老，恁积极来邀请，我有这个机会来到咱中间。
伫这中间我就看见一门，我就拄着我伫过去伫屏东教会伫牧会好的同工詹进华牧师坐伫后壁面的所在。我嘛知影讲，陈添田牧师嘛，若像伫咱的教会，也是吴添在牧师等等吼，吴添祥牧师等等吼，都是咱过去我所熟悉的。我敢若一开始的时阵，我要请罗师相分享。不过我伫嘉义东门教会，伊今年拄150栋，我伫3栋前来退休。我伫东门教会，嘉义东门教会牧会的时阵，17栋有76人来洗礼。17栋76人，你掠准真侪人感觉讲哇，真多啊！后来因为我领受圣神的更新，较无10栋，大概我甲算算啊，大概得要200人洗礼。这是圣神的工，毋是某一间教会、某一个宗派，是愿意接受圣神的人，只要伊传福音就有开力，就要看见神者基督伫咱中间来展现。真正是感谢上帝，对伫咱的夏牧师、谢牧师甲咱王长老这段时间的互动，阮得到真大的鼓励。阮的教会是拄仔夏牧师讲，大概4栋，是阮还未满3栋。还未满3栋啊！真正满3栋是到伫今年的11月30。若是设立同会，也是有缘是到9月17，拄拄满2栋。但是教会即马已经聚会大概通常130人，阮已经无到所在。不过即个部分，我愿留互卢牧师来分享。我即摆就将即个时间先来交互卢牧师。各位部长、同工，大家平安。我真久无用台语来和大家来分享啊，吼，所以等下会脱稿演出，会用华语，然后双声。歹势，这2天吼，已经喉咙有点使用过度啊，哈，总是恳求上帝亲自对咱每一个人讲话，毋是透过人的声音，是圣神亲自对你来讲话。真欢喜伫今仔这个早起吼，和各位来分享阮的故事，因为前几啊场拢一直讲真理，一直讲真理，所以我想讲，互大家来听阮的故事，就是阮如何进入伫上帝的加工厂。大家应该知影加工厂的概念吼，加工就是要安怎修剪的、破碎的。锻炼的故事，好 ，OK， 真侪人嫌成功教会青年遮侪，遮尔复兴，总是你拢毋知影，阮互上帝是安怎管教，安怎锻炼，所以我要用真紧的时间来稍微来分享一下我个人的见证吼。伫我还未进入这个新学医进前，有人甲我讲如果你若想要做跟公务员一样见红字就休假在同样的年资你不管牧养200人、20个人都领同样的谢礼你就去卫理公会啦。那如果你想要按照自己的使命有意向，那不要想太多，你就出去勇敢的开拓教会。那如果呢，你想要有个何尝呢这个教会有点名气来遮盖你的话，你可以去走行道会或者是灵粮堂。那如果呢，你想要有找人跟你一起治理教会的话，又有好的福利跟退休的制度的话，去哪里？你们都知道呢，未来你们都是牧者 ，OK， 好。那时候呢，迄时阵我甲家己讲，我讲我上无爱去的是倒位？你们也都知道好，可见大家同被圣灵感动嘛。OK， 10当前长老教会普遍无追求圣神，我感觉长老教会信徒较冷漠，较无追求当然这是我伫10当前对长老教会信徒的一个偏见总是无拍算，上帝嘛是有缘将我放伫长老教会内面来做牧者，所以我就进入伫上帝的加工厂内面，上帝要用你。
放伫这个所在，一定要雕塑琢磨，才会下用，对不对 ？OK， 所以呢，伫教会界内面，咱拢知影潘牧师有名，贾牧师夏牧师、谢牧师很有名气，因为他们都牧养过大教会。总是讲到吕牧师，人会讲是女生的牧师，了解无？吕牧师、吕牧师，同款意思，所以我们就成了没有名气的总是讲牧会没有一定要名气，总是只有上帝知影咱的名。但是阮的名，因为阮不是从小到大都在长老教会里面，所以其实不太有人认识我们。所以我即马就是要用一点仔时间来自我的介绍。我是出世伫即个道教的家庭的内面，因为我的爸爸经商失败那全家就从台南的永康搬到咱台南的新山路的台东新村内底迄是一个军眷区因为迄时阵处理的负债非常的多，阮妈妈一个人爱兼3份的工课，所以伊就伫40当前，伊就得到肺痨、肺结核安尼。迄时阵阮会徛家的对面。有一间教会叫做和平教会，迄时牧师娘甲助理2个老师，常常看到一群囡仔伫咧教会外口伫遐耍，就拢摕零食来，不是引诱啦拿零食来讲，来你对我来助理2好无安尼？那我们就跟着去，所以呢，我就非常的渴慕礼拜日。紧去做礼拜，因为安怎有零食可以吃安尼。迄时阵医生对阮妈妈的病已经束手无策医生甲阮的厝里人讲，恁妈妈会当毋免搁住院会当回去因为已经无药医安尼。迄时阵我才小学3、4年级，我就开始非常的惊吓。于是呢，我就拿起小时候拜拜的本领阮妈妈细汉咧。带阮去拜拜，所以我足够拜的，你敢知？我有学着所以呢，我就甲上帝讲，上帝，如果你若医治我的妈妈，互我的妈妈会当活落来，我就将我的命互你，安尼，我以后来教会上班。无想到讲，上帝我这种童言童语的话上帝全部听进去呢。哇，他真的没有轻忽了我的祷告。阮妈妈的病伫1、2冬以来完全得到医治。连这个医生就感觉讲，你是食什么偏方，恁的病才会好。你也知影，伫40当前的肺结核、肺痨是非常的严重。我看阮妈妈的这个 X 光片都是黑色的，那个肺是黑色的，安尼。我就真大声甲医生讲，是耶稣医治我的妈妈，这是我真值得骄傲的一个见证。所以我就知影讲，原来我从小学3年级我就会做见证了。所以等一下我们也会有2个主日学的小朋友在华语堂来做见证。迄时阵我会记得我的教会是由咱台南公英街有一间真道教会的大哥哥、大学生一些来帮助我们教会。所以呢，伫小学时我就开始领受被教导。说方言，接受圣灵充满，安尼。后来我知影，我洗礼的牧师是一个童基，他是个基童，后来当牧师，很不可思议吧 ？OK， 他腿断掉了，所以他就不要拜拜了，他就来信耶稣。好，所以呢，不管我为细汉到大汉拢伫不管南部或者是北部，我拢是伫迄个追求圣神充满的教会咧服侍咧造就。伫咱富强教会大约10周年的时，我也捌伫咱的长东街内底有一间好尾寮教会，我也捌伫遐来聚会几啊冬。23岁，我起来台北，伫无共款的教会内面来服侍。我也读过香港的真道新学院，捌伫卫理公会来做过即个本地的传道。后来竟然伫咱的长老教会的体制内面来读。我甲家己讲，你是头壳歹哦！你家己讲你不爱伫长老教会，你先会去念台神迄时阵我只是觉得说，台神很严，台神功课很多，台神的师资不错，我想要自我挑战，所以我的安尼空空的安尼，经常在迷迷糊糊的当中走到最对的路上，安尼了解无？所以上帝是很奇妙的所以呢，3冬咱知影新学医伫台新毕业，3冬咱来分派，所以呢，阮就伫3冬读到硕了后，就伫咱的总会分派的这个。抽签这个制度下就让我们去分派教会。我为着这支签我就祈祷3冬我逐工拢上帝祈祷上帝，你一定爱互我留伫台北，
因为我在台北23年了，好，我不习惯到不太热闹的地方，我希望生活便利的地方，安尼好，所以呢，2012年，阮传道师就分派，就开始来抽签。一抽签落去，我想讲，我绝对抽到好签，因为我祈祷3档啊呢，吼，兄弟姊妹，祈祷3档，你若上帝，我甲你求3档，你敢会听我的祈祷？你会吧？对不对？我就甲上帝讲，上帝，我祈祷3档啊，应该听我的祈祷。总是我等我抽的是，真的是抽到上签呐、这什么叫做上签？你敢知？上签就是无人想要抽的签，就是互我这么幸运的抽到了，这叫做上签。我看到我的同学，大家兴高采烈的哦，去北部的大教会啦，去很大都市的教会。然后你感觉我抽到倒位吗？10档前我抽到一间伫嘉义6卡的教会。这教会吼，我规 Google 内底竟然找无这个地址啦。这个村庄内底无银行、无邮局、无诊所、无便利商店、无菜市啊！离教会上界近的吼，就是墓园甲纳古塔啦。我甲上帝讲，上帝啊，我毋是以西结啊，你叫我来叫骸骨复活哟！吼，这个所在竟然都是骸骨啊！吼，我就感觉上帝啊，你实在做偏心的，你甲我发派边疆。我讲我嘛毋是摩西，我无迄个才调到米甸旷野生活40年啊！吼，总是我就安尼一直埋怨，我就想到保罗所讲的，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啊？我就逐工啊，上帝讲啊，上帝啊，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一天到晚祈祷就讲上帝。我有够艰苦，是安怎甲我叫来这个所在来服侍？煞接落来，咱就知影，伫这种的庄卡所在总是我感觉咱的富强教会真正是非常的好，牧者优秀，咱的中级优秀，值很高 ，CP 值很高。我所讲的是生命的呈现。我伫这间教会的是，你敢知影？我互这个中级。管教的还蛮严格的，因为认为我是传道师嘛，传道师娘，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的情绪勒索啦，或者是一些无理的要求，有一点就是叫你篡改周报的奉献金额，有一当要过年的时，伊讲咱的股拿条要回来，所以你迄周报顶就爱写咱负债偌济，安尼人就会甲咱奉献，叫我造假，我跟你讲，我绝对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安尼，你底下服侍。你开钱要请款，伊认为讲你无经过阮的同意，这条钱你家己了。他们就是这样子在对待一个在那里侍奉的人员。那一个长老甲我讲，无师傅，你来阮遮牧会足轻松的，查经班、祈祷，不懂毋免，啥物拢毋免，你只要去探访顾会友就好。所以我一个月探访35家啊，阮兜的鸡卵甲菜拢食袂了。因为一个月探访35家，一礼拜当来走几啊家，常常咧见面，你敢知？会友为着要请你离开，就赶快送鸡蛋、送菜给你，赶快牧师、传道师，你可以后一家吧，安尼，我就收一堆菜回来。另外呢，有一位长老就甲我讲，你若要推动教会事工什么才艺班、儿童教会无可能互你钱，你要钱你就家己去外口申请，安尼搁一个长老甲我讲，传道教会咧建堂，所以你家己的社礼爱提出来奉献，爱以身作则安尼人大家就会感动奉献伊讲人阮进前迄传道拢规个月社礼拢奉献出来，你敢知？我天哪！你一个月也给我全台湾的传道师最低谢礼再加一人，你知道吗？2万出头而已呢，讲佮叫我爱甲全部的社礼奉献出去。兄弟姐妹，你就知影，我想要一天到晚遐苦啊苦啊，我真是苦啊！上帝怎么不救我？安尼，佮一位长老甲我讲。传道，你来阮遮真辛苦。我讲终于有人了解我啊！甲我讲，传道，我私底下逐个月互你一寡钱，总是你莫甲别人讲，安尼。我一听到这试探来了。大家知道约瑟的试探吗 ？OK， 这个中级长老，伊是一个有外遇，在大陆有外遇的人。他做的这个动作，他私底下要塞钱给我，而且不刊登周报，我马上拒绝这样的诱惑。总是等我拒绝了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伊是长老，伊是代理长老总是我感觉教会的事工伫这种的邪恶的三位一体这句是我家己发明的啦。我感觉教会内底怎么也有这种邪恶的三位一体，一个在经济，一个在情欲，一个在骄傲，这样的面相，在那个灵。运行伫教会内面总是我会当体会神弟以利亚的抱怨总是我要向
大家来见证我如何在这样子一个高压力的牧会之下，靠着信心安怎来活过来啊！纵使呢，我知影这个人的体质已经安怎，就像以西结书所讲的，这个枯骨骸骨已经死了很久了，如何怎么样叫醒他们呢？当然就是祷告，祷告再祷告。那我就邀请我的家人跟我一起来祷告，很感谢上帝，1年下来，我就开始了这个慕道班哈。虽然我的中间都没人要参与，从头到尾的事工就是我的一人事工。一当落来，有缘有10个人会当洗礼，啊，我嘛伫遮来建立制服艺人学院，啊，搁带青少年来组这个敬拜团，安尼好。伫这个时阵，这间教会的长职甲阮的中会提出讲，阮无爱女的传道师，阮要查甫的，你换掉。我想讲哈。我才刚带领10个人受洗，这个教会才5、60个，我带领10人受洗，他马上换掉你，弟兄姊妹，就这样，我就离开了第一间传道师的这个牧养的教会，就是我抽签到的第一间的教会。迄时阵10个牧师内面，有9个叫我离开，有1个叫我唔通走。伊讲你若走，以后歹名声，你以后伫长老教会内面，无人会骗你去啊。做牧师去牧会安尼，虽然有些牧者会甲我笑啦，伊讲啊，你即个第1名毕业要无一定会晓牧会，牧会是最后1名，所以人一当尔，人就不要你在这个地方牧会啊，安尼所以但是对我的心来讲，我感觉你如果叫我违反真理来做配合你来做事工，我感觉这比死还痛苦，对不对？因为咱袂当行违反真理的代志2013年。嘉义中会就推行这101的新培家运动结果我就派去到这个新的教会，因要叫我去开拓教会。舞会就是伫这个大埔米的这个工业区内底，因要一间19坪的厝，这间厝的隔壁就是一间庙啊。所以那个属神跟属灵魔鬼的领域一墙之隔啊，你敢知影？一墙之隔，我当会想讲半暝我的天使甲隔壁的魔鬼唔知相争袂安尼，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一墙之隔而已然后这个社区赶快。只有一间全家的便利商店，无邮局嘛，无菜市啊，啥物都无。开拓新的教会，就是无人，无较济的奉献，无事工，一切拢爱对头开始来。但是我感觉上帝已经真恩待我，总是我会当脱离迄种在心里面被情绪勒索的迄种的环境所以我就很积极的开始展开我的社区的事工。我去里办公室，甲讲咱这里敢有一寡的弱势的家庭会当互我来服务，我就安尼来展开了我的社区的事工。就这样子，1年9个月开设礼拜。到12月底时，阮的平均人数来到34个人。总是当我咧传福音的时，我感觉去搅动了整个属灵界的这个氛围。有一位好姐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伊甲伊先生离婚之后背了1800万的负债，伊受阮的邀请来到阮的聚会当中。过1礼拜，伊一个17岁的查某囝凌晨打工回家，竟然骑车摔到那个大水沟的里面，变成植物人，结果就死掉了。有一个张姐妹，伊是一个印尼的新住民，来教会一摆了后，伊的先生伫伊的朋友的厝施打过量的毒品，当场就死亡。一个陈弟兄因为生意失败，太太又中风非常的失智阮就邀请伊来参加教会的慕道班。过1礼拜，阮感觉讲因的夫妇还拢无出现伫教会，阮就敲电话去甲关心。结果伊的太太讲，伊的先生昨昏载伊出去，撞上了安全岛。当场毙命，马上死掉。搁有一个打洗礼的张姐妹，住伫教会隔壁，伊来信主的时受到处理真大的逼迫。伊的阿公肝病、呼吸上障碍，都没有办法睡觉，就老人家暗时就吞2粒安眠药一吞的隔工就死去教会对面一间单亲爸爸开一家杂货店，老板因为肝病去慈济医院住院住一工，隔工回来就死伫因兜。经过这个代志了，我发觉当我前脚去传福音，后一脚那亲像撒旦魔鬼，就入去偷摕人的性命，互我的福音无办法安怎来拯救着因的灵魂安尼。所以我传福音的速度有偌紧，我感觉这种死亡的脚步嘛对得真紧。
伫即间教会2冬的时间，我的厝边头尾，你感觉死偌济人？40个人，兄弟姊妹，我2冬嘛无才调救40个人的灵魂。总是40个人死去，但是安尼惊吓，我并无甲任何人讲，我只是上帝讲，上帝啊，会当较慢的，会当较慢的。你要知道哈，我是一个速度很快的人，让我能够说慢一点，那已经是不容易的事了。其实我有很大的心理障碍。有一天，教会长老来甲我讲，传到厝边头尾讲吼，咱的教会12个财伤悬啊。煞到即个社区的人啦，所以因要来拆咱的12个啦。哇，天哪！我愣住了，傻眼了。我天天这边担心有人要来拆教会这个12个安尼呢。哦，弟兄姊妹，你还记得摩西向上帝发怨言吗？因为他们一心想要回埃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能够体会他们的心呐。我一天到晚就跟我的心说：“我的心呐，我好想回台北哦！我的心呐，我好想离开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啊！我的心呐，我好想待在有捷运的地方啊！”我一刚刚的跟我的心呐，我在自我对话、自我安慰，安尼。啊，感谢上帝！只是站呢，我一直甲上帝讲，哦，我做想要来找一个有追求信心充满的教会，成为我的遮盖，好好让我能够再充电。安尼，总是上帝并无马上来应允我的祈祷。啊，过年的期间，初1到初6，一样，逐天都有人过身。救护车成了我的闹钟，我从听到救护车很紧张、恐惧到完全麻痹。这个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个整个的社区的里面啊，尤其啊，在这很我软弱的当下，我唯一看到的曙光，就是教会无到半冬的时间，平均的人数已经来到62个人。聚会的人数的增长是上帝印证他跟我同在，让我很大的信心。我就知影讲啊，上帝跟我伫咧，我就唔免惊什么。即使环境乌云密布，即使我的仇敌这么的众多，但是大山算什么呢？所以呢，我就甲上帝讲，上帝啊，今摆当开100倍啊，开到速度开到180，冲吧，就冲吧。把命交给上帝，只要能够拯救人的灵魂，让教会能够兴旺。因为上帝会开力转来伫我的身上啊。当然，我就唔惊人来跳我的12个啊，因为圣经甲咱讲，圣经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外人归向我。啊，所以呢，我的大家可能的真好奇啊，告家的应该是韩剧就完结篇了，对不对？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撒旦魔鬼开始转向来攻击我。那个死亡的灵开始来攻击我、搅扰我，我就开始破病了，非常的严重，上吐，莫名其妙的上吐下泻。我看4间的诊所，大拿的4间的病医都给我看了啊，无效就是无效，没有人可以治得了我。为什么全身瘫软、上吐下泻安尼？然后我伫梦中又经常遇到死亡的灵来攻击我，跟我征战，然后我就在祷告当中躺在那里，我也跟上帝说：“兄弟啊，如果非死不可的话，非死在你手中哈，我不能交在死在魔鬼的手中啊！你把我的灵魂接上去，我都没有关系。总是我甲我的同工交代，团队若真正无喘气啊，见上帝啊，唔通叫救护车，唔通叫救护车。你敢知是安怎？因为人会来拆12个，人会讲，你看连恁家己嘛煞着家己的人啊，所以恁。”家己的团队嘛死啊，了解无？所以我就甲我的同工交代，唔通叫12个唔通叫这个救护车来安尼。所以真侪牧者就甲我起笑。阮家中真侪牧者讲啊，你这个少年无经验的牧者来阮遮一直冲，都唔知影这个文化安尼什么传福音，或者的送向人，你无去传福音。好，给那些大埔美里面那些有钱人、那些经理啊、那些从外地来这里移民的，那人奉献卖济，你拢捡一寡遐无钱的，是要从啥？你知道吗？我在传福音哦，那些牧者前辈是用这样的话，然后来跟我讲，然后还在讥笑我。总是我感觉讲，我领受上帝的话，就是伫以赛亚书下所讲的，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吗？将漂流的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弟兄姊妹，就是因为咱倚靠上帝，倚靠信心，所以咱不断的传福音，得当见证上帝的名。
哦，虽然我无亲像耶稣甲保罗共款受到更较大的即个攻击，总是阮瓦克是共一位圣神上帝。感谢上帝，无到8个月时间，聚会人数来到70个人，76个人。你也知影，伫嘉义这种所在，传福音比伫咱台南传福音更加困难，因为因的守旧的观念、拜偶像、道教的观念是很难去翻转跟改变的。真侪人甲我讲，你伫长老教会无会，照你讲是上界轻松的，因为听讲伫长老教会只要牧师好好陪你的长子喝下午茶，泡茶，安尼你就能平安无事的牧会，是不是？像牧师是这样子吗？谢牧师，你们是这样牧会的吗？真正是安尼吗？泡茶就会当牧会哦，还真好。泡茶就当牧会 ，OK。但是咱领受上帝真理甲圣神的人，咱知影上帝予咱使命绝对唔是泡茶的生命，了解无？可以喝饮料，但是不是泡茶的生命。OK， 这个教会无到2天的时间，因为圣神家己的做工，予聚会人数来到110人，不到2年的时间。隔壁这间庙竟然讲要卖互阮，因为伊的后生嘛是自杀，这边的是跳楼的自杀，所以他觉得他的庙经营不下去啊。伊讲恁教会遮尔兴，我投我的厝边你做教会好啊，安尼总是我的母会投我讲，你若有才调要搁开拓教会，这间厝的贷款你爱家己拍。因甲我讲，阮这间厝。19平的厝是要互你伫遮徛20天牧会，你落无2天，你就要补到110人。我够叫你做遮紧，安尼，兄弟姊妹，这到底唔知是唔是对上帝来的呢？我做那么多的工，我要好好的反省，你知道吗？传福音太快是个罪 ，OK， 认罪。好，所以呢，伫教会要渐入佳境的时候，2015年我甲潘牧师结婚，就到150天的嘉义东门教会。我以为我已经离开埃及，我要进到迦南美地啊！无想到圣神将我就推到另一个加工厂。你也知影一个东西被塑造，要一个加工厂进到一个加工厂，再进到另一个阶段。我感觉伫属灵的内面，阮互上帝所使用，上帝嘛是安尼咧甲阮调整我们伫大的教会内面，合一的困难度是更高的因为真理的信仰常常受到教会文化的捆绑。伫教会内面，兄弟姊妹固定坐迄个位，你绝对袂使去甲煞叫伊坐边啊！我听到咱的教会讲，即边拢留互英美教会，我想讲安尼敢有人会反对？讲牧师这普通时我坐30天的位，你还使叫我莫坐遮？总是感谢上帝，咱可能教会无即种文化。伫具体的教会内底，你是千万袂使去动着因任何他们已经习惯的信仰的文化。6天内的社区的宣告，每周的礼拜，阮增加100多个人的社区的家长跟学生做伙做礼拜。阮的主日学为20位增加到110多位。完全无空间的主日学，阮的青年嘛对120位增加到560位，教会兴旺，大家看应该真欢喜，对毋对？总是我的苦难才搁开始尔。教会中有几位长老讲，这个送香的人入来教会穿拖鞋，请问咱今仔有人有穿拖鞋来无？要接纳他。伊讲这个人身上有臭味，咱知影咱的信徒来教会都会尤其。100多年的教会都一个很优雅的日本式的姐妹，戴珍珠项链，洗到甲足水，喷香水，对不对？边啊坐一个社区的人讲全身臭死了。大牧师抗议讲，阮无爱谈这种人坐咧做礼拜，足艰苦的。伊讲安尼我们这种优雅的身份好像变得很低落。我们这个100多年传统的教会，怎么变得这么庸俗安尼？逐工。常常咧，大牧师抗议，因无爱甲社区的人做伙做礼拜，所以呢，佮讲安怎？这个囡仔主日学太多，阮教会这种纯正优良的后裔无爱含这个社区的人做礼拜，爱甲社区这100几人的囡仔赶去拜六，让他们去礼拜6，千万不能在礼拜天跟我们的自己的孩子孙子做礼拜。阮常常受到这种的批评，兄弟姊妹，因在社区。咱传福音入来到这个教会内面，当作什么劣币驱逐良币。遮侪人入来到教会，阮无欢喜，因为阮受到更较大的批评伫阮的心上。有一个长老甲阮讲，教会内面洗礼人无需要遮侪啦，
是安怎着爱需要传福音？啊，佮甲阮批评讲，牧师，规本圣经哪会当讲传福音尔吗？无其他道理会当讲啊吗？是安怎着讲一直爱叫大家要努力传福音，做幸福小组？兄弟姐妹，我们在这样的牧会的当中，背着沉重的对内跟对外的压力，甚至我那退休的长老跟联署整个松年团契，要把我们赶离开嘉义东门教会。所以这样的征战里面，我和潘牧师一直在想讲，也刚好趁着潘牧师要退休，阮就想讲，阮到底是要留伫继续遮，还是我出来开拓教会？迄时阵，阮的小会员有7位，这7位的小会员是应该是整个当时教会最兴盛、最好的，因为安怎上听牧师听牧师、支持牧师的，所以这几位小会员一直希望我留下来，因为伊知影我伫遐做这社区的事工，会当带予教会的人更较侪灵魂的得救。总是呢，我唔知影是毋是爱出去开拓教会，我就安尼继续一直来祈祷。煞接落来，我先将我的时间来交予伫长老教会牧会真久的潘牧师来为咱来分享。足侪人看到我，拢讲潘牧师你无相像安尼吼，可能甲卢牧师结婚是毋是较少年安尼？其实我无相像是伫圣神的更新，甲我无相像。因为时间的关系，最近真侪同工，可能嘛詹牧师若有拄到我，应该嘛会共款问共款的问题。你退休为什么着遐尼拼？对不对？你退休着好好休困，为什么着遐尼拼命？这是我常常同工我问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真侪同工拢知影讲，过去我伫牧会，坦白讲，真侪同工讲，潘牧师你是介绍牧会。我即摆知影讲，我足含慢牧会，因为常常伫我所牧会，我顾真侪兄弟姊妹牧养因，但是得救的人并无真多。我知影讲，大家你讲你这个牧会可能是可能做嘉义个屏东中会议长啦。做嘉义中会议长啦，做总会议长啦，因掠准也是讲所大教会是足大间啊，足有历史的啦，代表性的大教会啊。这种的标准，我感觉讲，今仔日我圣神更新了，我感觉我牧会的 CP 值足低啦，因为得救的人并无足多。我敢若顾现有的会友，真正就是顾袂起啊。伫咱中间宋恩嘛是过去我伫屏东教会所牧会的青年之一。我过去我嘛知影讲有真侪，包括志坚，志坚嘛是过去我伫义德教会所牧会的青年。伫过去这段中间，这是我的人生。但是我发现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就是当咱拍开咱的心门，就无相像。拄我伫讲过讲，我伫嘉义东门教会17档的中间70几个洗礼，但是我领受圣神，当我开我的心门，互圣神给我更新的时阵，就特别200个人洗礼啊！这绝对是咱今仔日兄弟姊妹会当做伙来领受。这个关键就是拍开你的心门，因为咱传统的教会。通常若看见你追求圣神，就讲这个牧师是灵魂派的，这个教会是灵魂的，这个等，大概这个想法。咱若较活泼的，咱若去回应祈祷阿门，这讲我是灵魂的教会，这是传统的。但是咱的主耶稣基督安怎讲？讲我实实甲恁讲，人若是无对水、无对圣神来生。就袂当入上帝国。你有洗礼，但是你需要圣神的洗嘛？那你会讲耶稣是灵魂的无？那呢，我念苦嘛，要做灵魂的，因为耶稣嘛是安尼啊。耶稣嘛捌安尼讲，咱个圣经内面嘛安尼讲，诗篇内面讲，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要将你对埃及迄个做奴才无自由的埃及地，甲你带出来，你都要大大开嘴，我就你得到满足。
我就你都歹势啊，叫着你的名。你若大大开喙，这就是我生命更新无相像的所在。我真正是不一样啊！看无事是无相像啊！我的无相像是我的生命拄着圣神，圣神更新我的生命。我的目睭拍开啊！我知影我今仔日伫教会里牧养，上重要的就是抢救人的灵魂。圣经毋是安尼讲吗？为了这个缘故，我要提醒你，爱将上帝借着我还手，互恁亲像火，佮倒起来，佮炎起来。这是保罗所讲的，这是保罗交代的。所以看起来，今仔日咱的台湾叫做顶个教会。因为我要做过总会议长啊，我知影讲咱的问题伫对啊。家己中会伫旧年2023年，一年久的中间70几间教会，有23间的教会，一个人洗礼都无。牧者可能一点点啊担忧，但是教会会紧张无？弟兄兄弟姊妹，教会嘛有一个人离开教会，大家拢足紧张的。教会若收入减少。足济教会拢足紧张的，甚至会问讲：牧师，咱的教会旧年呐收入较减少啊？意思讲，牧师，啊，你的问题爱找出来。但是无人说咧，啊，我的生命更新了，我发现我的心情就亲像安尼。2000年到即阵已经24冬啊。2000年拄拄台湾的政党轮替。民进党来执政，迄年新政府就任了，2个月中间，伫嘉义的北江溪发生一件真大件的事件。伫北江溪较晚伫阿里山，就是五峰桥的面顶的溪底，有4个做工人伫遐做事，伫遐做工事。忽然间，阿里山面顶落大雨，整个溪流忽然间规个大水产生。伫溪底有8个人，有4个人走有哩，有4个人走无哩。伫咱中间一定有真侪人要记得这个新闻。迄个时阵差不多下晡时啊5、6点，大家把手紧2点钟久，用电视直播，有4个人伫迄个所在足惊吓，水愈来是愈大，愈窜流。大家拢有一个心情，赶紧甲救，要安怎救？请消防队去救吧。消防队一看，哇，无法度，要弹锁啊，要拍锁啊，嘛无法度，人要过去嘛无法度，迄水是足窜流的。大家想到啥？直升机对不对？直升机嘛，直升机派直升机，你敢毋知派直升机？着国防部、着军队，着一关过一关，一关过一关，2点钟过去啊，飞机都还未飞咧，4个人拢流去，目睭紧紧看4个人伫迄个所在，等于生命要流失、要无去、要死亡的时阵，你会着急无？你会紧张无？你要紧无？这就是今仔日我对人的灵魂应该得救的心情。你讲潘牧师，你有啥物所在无相像？我无相像，就是若世事你也未洗礼，你的灵魂还未得救。今仔日咱中间若有还未洗礼的，绝对是我关心的对象。Amen。应该嘛是咱每一个人关心的对象。经过5冬2005年，伫台中的大社，咱有印象中有2个乌井的工人，迄个师傅头大身口带伫内底，伊的孙仔第2个师傅，就后来要去甲救，嘛叫带伫内底，8点钟后头一个救出来，另外一个带伫内底。大家咱看见一个镜头，伫新闻的镜头，有一群人伫遐吟诗，伫遐吟诗，迫切祈祷，求上帝救因的亲人。原来这是牧师讲啊，伊后生即马伫元东教会的老牧师，伊这位兄弟是
台中的中原教会的兄弟，26点钟后有救到无？救起来。伫救的拯救的过程，伫抢救的过程，你的心情怎样？虽然毋是咱的亲人，迄个时阵嘛还毋知伊是毋是基督徒，毋知是伊是牧师公，但是所有人通过电视的镜头，大家拢讲，毋望迄个人得救，毋望迄个人抢救到伊的性命。这是我的心情。你哋兄弟姊妹，你嘛问潘老师，即马什么心情？为什么退休了，我又要遐尼拼？因为太济人，因的灵魂还未得救，还未去救的意思是讲，因将来袂当去天堂会落地狱。你会紧张无？你会紧急无？那细数现在教会，咱中央教会内面拢已经有足侪兄弟姊妹啊。你敢若用足侪时间爱你的牧师，也是爱你的小组长，甲你牧养，无毋对，啊，你需要关怀，需要人斗相共。但是用过多的时间，无时间通传福音的时阵，这是咱的问题啊。今仔日全世界有偌济人口？有人讲80亿就军。那是安尼个，听伊讲有40%的人，因的灵魂还未得救。较保守的数额，至少30亿个人。用咱台湾来讲，100个中间，可能勉强安尼算个较保。莫讲足保守的，算较宽咧，大概有6个人得救，安尼表示还有94个人还未得救啊！安尼甲你甲我，当然潘牧师为什么退休要搁你拼？因这是咱的使命啊！迄个上帝交代的命令啊！咱着爱抢救灵魂，爱去普天的好灵魂还未得救的人，因得救啊！今日我嘛看到新老病院院长，我足好的同工。伫接院长了后，我拢共款有一个看见。无论咱医疗做偌大，咱就是要爱好咱接触的人，因的灵魂得救。咱知影天印，也是讲空中英语真出名，这位美国裔的台湾人，因为伊摕着台湾的身份证，伊即马98岁啊。伊若拄着人，就问一个问题：信耶稣未？98岁的老大人拄着人就讲：啊，你信耶稣未？为什么？伊知伊来到台湾最大的目的，就是毋望遐未灵魂还未得救的人，因的灵魂会当得救，因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这是咱看见彭文慧这位姊妹伊的心境。咱主耶稣讲，你若是传福音，我要你得人亲像得着伊。伫今年的正月，我这种的心情就是常常出现啊。我有4位长辈，上济岁89岁，这个上少岁89岁，上济岁95岁。有4位，中间有1对是翁仔某。我就放伫心内，这4位长辈，我一定爱邀请因、呼召因，毋望因的灵魂得救，会当洗礼。但是头1位也去，第2位也去，因人讲足客气的，潘老师我知影，但是较慢的。佫一位讲，潘老师啊，我拢做了足好势，逐项拢做了足舒适的，我做了足正直的，较慢的无要紧啦，多谢啦。另外伫台北三芝双年教会三芝安养院，有1对翁仔某是我过去我的爸爸伫万代发电厂的同事，伊是讲起来是一级主管，我迄真侪自尊心。伊本身95岁，伊的太太92岁，结果我咧3周途慢2礼拜，听到一个消息，伊的太太过身啊！我心啊足艰苦。因为我已经将因放伫我的心内，毋望会当甲伊呼召，毋望当甲伊传福音，毋望伊的灵魂会当得救。叫听到伊的太太过身啊，叫伫伊办了丧礼了后无偌久，我赶紧一个人坐，他邀请罗师2个人坐高铁，搁坐客程车去到三芝，
专工去伫当场就甲伊呼掉。我无想讲，阮即个乌衣裳，阮即个去厝边，阮隔壁阮爸爸的同事，伊的上司，等我甲呼掉的时阵，我讲你要信耶稣做你的救主无？袂。啊，我今日甲你洗礼好无？好。我知影圣神家己做工。我要去的时阵，有真侪祈祷。其实阮身躯搁带收圣餐的物件，我无可能伊会洗礼，但是阮知圣神家己因带阮来备办好势，结果伊又决定洗礼。伫当场，我真前有问过主院的牧师官来牧师讲，啊，互你洗礼好无？伊讲哦，洗礼哦，还搁请阮的主任牧师啊，咱过去的牧师。啊，蔡牧师，伊是主任牧师嘛，啊，请主任牧师，阮还搁上什么慕道班啊，几礼拜，我讲安尼办啊，安尼阮来洗礼就好啊。啊，阮洗礼了再转互你吼。结果，这就是阳明教会新的文化。伫当场，卢牧师现任的阳明教会主任牧师，阮就做伙甲行洗礼，我甲伊受圣餐，为牧师伫现场来做见证。感谢主，哈利路亚！做侪人看到我，有问第二个问题，潘牧师，恁教会哪遐尼侪青年？恁的教会哪有遐尼侪青年？因为过去我的社区事工就是合唱团，儿童合唱团，小猫2、3只。所以我深深感受到是今仔日教会的观念，到底是开拓教会、设教会来传福音？啊，才过来设教会，啊是传福音，才设教会，啊才继续传福音。这是我伫顶的教会遐尼久的，我真正是对心底真感动。咱的富强教会，咱的富强教会，讲少年都特别50岁啊，讲话有限，但是事实是素养啊，哦，用咱160档的历史教会历史来讲，160档来讲是素养做少年的教会。毋过50档嘛是半世纪啊呢。问题点，咱的教会我真感动的所在，咱阁有看有一份心，除了咱有传统的文化，咱阁有积极欢喜为传福音、为更新、为突破的心境。咱有足侪同工是真正认真要传福音的，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伫开始伫即个所在开始的时阵。王中信牧师是过去我捌含伊共班，我做兵，我变做伊的学弟。迄个时阵我知影遮足偏僻，即个区域当时是毋是像即马安尼都市，是真偏僻，像无远即附近的所在。但是教会若说是因为传福音来起教会，来搁继续传福音，应该是今仔日教会的重点。我阁分享一个故事。我4月份去台北，这教会28档，嘛是素养啊，足少年的。但是我见伫台北有2间教会，28档前来开拓。28档我起间教会28档前开拓，今仔日犹原是较无30个人聚会，而且拢是平均年龄拢足悬，嘛无囡仔，嘛无青年。大家拢少子化，啊，囡仔拢大汉啊，嘛无听。这是头一间教会。28档前有可能较侪人40、50个，即马28档后无到30个。搁另外一间教会，28档前设立，即马总共有4000个兄弟姊妹。哇，那差侪，差伫对。一个是传福音的教会，一个是为着设教会，啊，可能想要传福音，但是伊伫设教会开始，所以嘉义阳明教会哦，毋是要开拓一间教会，是为着传福音。阮需要一个点，所以阮干那做所在尔，啊，若无够啊，阮这个换一个新的所在安尼尔。所以今日是大家做关心，就是阮礼拜堂无够啊。阮相信阮的目的是为着传福音，才有嘉义阳明教会。嘉义阳明教会是为着要传福音来存在。我相信未来可能这几趟内底，
我希望要搁开拓7间的传福音的教会。看出恁的教会那一青年，我有足侪加工的过程吼。他拄仔我师讲，迄个加工的过程吼，蛮辛苦的，有痛肺，但是有嘛中间。真正迄个过程的中间，真侪老哇塞。阮遮中间真侪囡仔，自细汉国小3年来，有的国小6年来，有的国中来，有的高中来。伫迄个塑造的过程，嘛是安尼出入，但是留落来，今仔日所看到的，拢是基督的精兵，拢是3代门徒，因为得救，因嘛是有传福音，因嘛是会晓牧养，这是阮的方向。迄个方向就是毋望因得救了后，因就爱去传福音。因为要传福音，有一日伊做细胞小组的组长，啊去牧养羊仔，所以真侪阮的青年的小组长，也是阮的同工做小组长的，伊讲牧师，你过去讲你叫羊仔教的，阮即摆会当体会啊。因为哦，牧养羊仔会叫羊仔教，但是牧者袂使食羊仔对无？牧者袂使甲伊压价，好，3代门徒真简单，对主师甲下记。来对主耶稣，个人有问我一个问题：牧师啊，你当要甲好野人传福音，他拄仔牧师分享，讲你当要甲好野人传福音，你看你甲这弱势家庭传福音，因为奉献拢少少的，啊，拢是青年人，因为无工作，哪有可能奉献？教会哪有可能有收入？感谢主，我发现阮的这青年人无论国中，只要伊设立了，伊就执行1/10。200块、500块、几百块，特别阮的青年，因现金甲讲，我甲讲，啊你献啊济啊，以后有收费无？但是上帝拢互因有交易。但是伊常常讲，因甲伊的牧师拢食甲要倒去啊。我相信今仔日你看到一群青年人，虽然是弱势家庭出身的。上帝改变因的生命，因真做3代门徒。咱发现真侪人可能有钱，毋过你甲招呼，伊无一定会入。耶稣讲我办一个宴席，受邀请的人拢讲理由一大堆，但是有需要的人，等于亲近上帝，因的生命就得到大大的改变。你看到即群兄弟姊妹就是安尼。因为欢喜来求群主，主就互因的生命丰富搁丰富。像咱今日咱牧师讲的，因若是丰富尔，搁坚强，叫做富强。若富强尔，伫上帝荣光的面，搁有荣美的稳定。这就是即群青年人因的现象。所以对教会安尼看起来做一间小小。迄毋是规栋拢是教会吼，干迄3个堂尔吼。伊讲起头虽然是微细，但是到尾就要大大发展。起初虽然微小，终究终必胜发达。这是上帝互咱应允。阮附近厝边隔壁人讲，哦，恁的教会有够水的，迄个花吼，种了足水，昨咱就听到咱青年哦。这个花拢青年顾的，顾死吼爱发呢。所以阮这青年足辛苦的呢，毋是摒扫尔，都爱个顾花，顾袂死哦，啊个顾会开花安尼，顾会结籽啊。啊种的木啊，个生的时阵哦，个挽互牧师食的，因个无啥有份通食呢，因为即丛尔。好，这是阮最近隔壁上帝备办的。这栋厝是这个厝主，唔知影是上帝伫伊背后伫甲带，然后伊去这栋厝，大概6000万到7000万，咱无出半仙，伊将这栋厝全部租咱。伫9月份的时阵，咱就甲伊契约，甲伊租落来，因为咱拢做真侪关怀工作，伊认定
所以伊就逐个月为咱教会献3万块。这上帝恩典，虽然看起来是一个负担，但是我相信，因为是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为着抢救灵魂付代价，我相信无算什么。因为耶稣为着咱的死，咱算什么嘛？所以咱下去来服侍伊。所以嘉义永美教会需要咱的代祷加关心。真多谢。我感觉我伫教会6档的时间吼，我被封立为教育牧师，上大的成就就是教育破牧师来接受圣神充满，教育我的门徒领受神的充满，最重要的。套一句以斯帖记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有咱知影伫教界内面，像咱的夏牧师、潘牧师。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总是因讲一句比阮这种小牧师讲100句更有路用，了解无？所以咱就是去改变因，回去接受圣灵充满，他就可以去帮你成为怎么样圣灵的出口啊，安尼好。所以2021年潘牧师在退休之前，我的祷告，不断的寻求。2021年，我参加这场的烈火小特会时，圣神真清楚甲我讲，上帝爱我出来开拓教会。所以呢，阮就伫无会完全无支持，就是我们自己也放弃我们不跟教会拿1块钱，我们没有拿1块钱出来开拓教会。这间教会制作音响也是领去，总共花了325万，我也不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总是上帝就是安尼备办，甲咱有备所以2022年10月到2024年的6月，我们已经增加了73位的新的家人在我们的当中因为阮的同工都偏年轻所以阮的属灵的征战都少年的出来，所以除偶像也好，都是靠我们的年轻人跟牧师一起来同工我认为我身为上帝的仆人，要互上帝差遣使用进前，一定爱先进入上帝的家工厂内面，就亲像要互上帝所用的约瑟，或者是摩西、大卫也好，大家人的自我都爱去互上帝来修正去打破你的旧有的思考的框架，打破那个自我为义的价值观。你必须要去放弃你自我的经验和你的知识因为教会需要有更新翻转的能力的生命，咱的教会爱需要有活泼唤起年轻世代的一个能力，教会需要手唤病人，病人得到医好的新者，总是新者是伫荣耀的福音中，伫受苦的见证中来产生的。所以感谢上帝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兴起一代又一代的门徒我们希望刚刚所讲的开拓期间新的教会，我们目前遇到的一点的难处，就是因为阮即摆旧的这间教会签约到年底12月，这间新的教会即摆在坐还没交屋，但是交屋之后会有3个月很赶的时间要做装潢。那我很感谢我们富祥教会的牧者，还有我们的小会接纳，互阮会当今仔日虽然来培灵会，会当来伫遮来请安来报告我希望阮这3天伫遮的服侍，如果你若因着阮的见证，因着阮的青年的服侍，咱有感动请你用你的行动来支持我们这样子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荣美教会虽然微小但是呢，我相信我们拯救人的灵魂是神喜悦的我望咱大家，你若对传福音真有负担的人，你来奉献帮助伫阮伫这个新堂的开拓建设的内面，上帝应该更加来报答伫你咱这时我要邀请我先来看这个募款的影片。